Hello，我係 Eric 啊。今日咧又嚟到鹽田區嘅中通永安大廈啦，拍一條新嘅視頻俾大家睇睇嘅。今日最主要過到嚟就係，因為喺一個禮拜前咧，1月15號咧就國家公布咗最新嘅一個政策啦，就係針對商業用房，亦即係話公寓啊或者寫字樓啊、商鋪等等呢種商業嘅房產咧，係會將嗰個首付比例咧下調到30%，亦即係話大家可以借70%就可以上車買到啲公寓㗎啦。咁所以咧就專登過到嚟呢邊，因為之前咧拍呢個中通永安大廈嘅時候，其實條視頻一出嚟之後咧，第二日就即時有收到客戶諮詢嘅，因為可能見到呢邊個樓價咧係相對個總價係會比較上低啲啦，可能大概未夠100萬或者100萬多啲咧，就已經可以買到間公寓。所以就大家都比較感興趣嘅。今天過到嚟咧，我亦都就住國家最新頒布個政策咧，亦都問咗內場銷售，即係呢度嘅發展商銷售啦。咁佢哋話咧，其實依家現時銀行嘅政策咧就未完全落地嘅。咁通常呢啲咁大嘅政策咧，其實都需要時間，即係從佢公布到去執行落地咧，可能大概都需時1個月或者個零月到嘅時間咧，先至真真正正咧會落實到銀行嗰邊。唔妨礙大家就係話，如果有興趣嘅可以先嚟睇住先，然之後咧有誠意，即係覺得可以買落住訂金，到時候發展商亦都會因應個銀行最新嘅情況變化落地咗之後咧，可以將大家個首付比例咧就調整到3成嘅。咁按照呢一刻佢係4成半啫，或者去到5成嘅。如果係按照政策改變咗之後咧，大家亦都可以慳咗唔少嘅首期錢啦。咁今日過到嚟呢邊咧，咁我亦都唔拍呢個沙盤啊或者區位噶啦，因為之前咧其實就已經喺我上年10月底，其實11月份嘅時候咧，我已經拍過一次嘅。咁所以咧呢次嚟到嘅話咧，就我唔會再咁詳細介紹，大家可以 click 入翻我哋嗰個我個評論區咧，會擺翻之前嘅嗰啲區位圖啊，或者係嗰啲沙盤介紹嘅。咁今日最主要過到嚟就 update 翻嗰個首付嘅比例嘅下調啦。第二個就係我想過嚟拍一拍呢個中通永安大廈咧周邊嘅環境配套係點樣樣嘅。咁上次就簡單講過呢度嘅區位沙盤噶啦。咁我依家咧就行出去影下周邊嘅環境，真實環境俾大家睇睇，同埋就係去實測一下從呢個樓盤去到呢個辛愛高中嘅個地鐵站咧，係實際個距離時間係幾耐嘅。依家咧，我哋就首先嚟實測一下由呢個樓盤咧去到個地鐵站，最近嘅地鐵站係8號線嘅辛愛高中站啦。咁從呢度 A 座我哋出發過去嘅話，大概需時係幾耐？咁依家咧係時間咧係15.06分啦，3.06分。咁我哋依家去睇睇。依家呢個咧就係 B 座。呢邊路面上咧，你會見到可能貨櫃車會比較多，係因為咧佢呢個本身身處啊，咁咧佢呢個板塊咧，其實就會見到呢周邊會可能有多少少呢種貨櫃車啊、物流車等等，係因為咧呢一邊咧，其實佢係喺鹽田區屬於嗰個鹽田港板塊啊，附近係有鹽田港嘅，咁所以呢邊咧就會相對嚟講物流車係會比較多少少啦。好啦。嚟到呢個位咧，就首先呢度已經係嗰個地鐵站嘅電梯位啦，可以搭 lift 落去嘅。即係如果係大家有拎住啲嘢拖行李啊，或者係坐輪椅嘅咧，就可以喺呢度落去。咁如果係想再往前行咧，亦都有個扶手電梯喺呢度嘅。咁依家咧，我哋睇翻個實際時間咧，就係15.17分啦。啱啱跳咗18分。咁即係話頭先我哋從個屋苑樓下咧直接行過嚟嘅實際個距離咧就係12分鐘嘅，就可以到達呢個地鐵站㗎啦。咁呢一段實測嘅距離咧，咁相對嚟講可能有啲香港朋友嚟講咧就會覺得步行10分鐘可能都會有少少攰喎，尤其係要上坡落坡咁樣。咁大家其實如果喺內地咧，如果係習慣咗咧生活咧，都建議大家可以買翻部電雞。
見到我身後咧，其實有好多電雞。咁大家都可以話從屋苑咧揸部電雞過到嚟呢個地鐵站。呢段距離咧，如果你揸電雞咧，就會好快㗎啦。咁亦都好方便，因為停喺呢度唔係好多車，咁一定有位啦。咁到時候放咗喺個地鐵站門口擺低車，跟住去坐地鐵出去玩完啦，翻到嚟咧又可以出翻嚟攞翻架電雞揸翻去，咁就會方便好多啦。我自己屋企咧都係有一架電雞，都係咁樣做嘅。依家咧我就企喺中通永安大廈嘅對面馬路啦，咁呢度十字馬路嚟嘅。咁依家就睇一睇，從呢度又出發往另外一邊睇睇周邊一啲街鋪啊，係啲咩生活嘅業態啊，咁究竟方唔方便咧？咁再拍俾大家睇睇嘅。依家咧又3:38。依家咧我哋係先行咗大概2分鐘啦，其實就係過咗個馬路啫。就見到對面呢度有個安居房啦，咁其實就對面呢個位咧有間 Luckin Coffee 嘅，咁然之後下邊咧有啲便利店啦，包括嗰度有間 Burger King 啦，喺呢度係啦，有間 Burger King。咁右手邊呢邊咧亦都係花樣年嘅一個屋苑啦，舊啲屋苑。咁佢下邊就食肆就冇乜特別有嘅，暫時見唔到，可能都要行翻再遠少少。但係呢度咧，其實居住人口密度都算多嘅，即係唔會話係冇人住嘅地方。你見到呢邊有啲安居房啊，都住滿晒人㗎，係啦。咁屋苑呢邊有頭先都見到周邊旁邊有個廣榮嘅樓盤啦，叫拔翠苑啦，跟住呢度係花樣年啦。其實往呢條路一直再往下行落去嘅話，再轉翻去右邊咧，嗰邊就會係比較上係熱鬧一啲嘅地方。我係指嗰啲商鋪可能會再多啲嘅。咁呢邊咧就相對嚟講係唔算特別多，但係叫做生活配套，譬如話你嗰啲買餸啊，呢啲前大媽啊，其實步行呢度只係講緊唔使5分鐘都可以嚟到，係買餸係可以買到嘅，係啊。咁呢度有間學校啦，咁即係呢附近其實大家都係會嚟呢度返學嗰個地方。過到嚟呢邊再轉翻去右邊咧，就應該係會再多啲唔同嘅街鋪㗎啦。咁我哋行到嚟呢度咧，其實都仲係講緊幾分鐘嘅路程。咁兜到嚟呢度咧，見到一個叫樂安居嘅咧，咁同大家都介紹一下啦。咁如果大家冇了解開，咁其實見到深圳呢邊或者亦都其他地方有機會見到好多咩樂安居啊、國安居啊呢樣嘢，其實佢就係專門賣家私嘅一啲做裝修啊、家私家具嗰啲嘅集中店嚟嘅，係啊，好多呢啲鋪頭咧都會開喺呢度。咁大家如果話要搞裝修嘅話咧，其實都不妨可以嚟呢啲樂安居啊、國安居去了解一下嘅。轉到入嚟花樣年呢個屋苑嘅背後咧，見到呢條街咧，就相對嗰啲食嘅嘢就會多咗一啲啦，包括呢度有啲湖南菜啊、貴州嘅火鍋啊，包括對面有啲豬腳飯啦、快餐店啦。跟住對面仲有個烤羊腿嗰間，呢間係嗰個內蒙古嘅食羊嘅地方。咁呢間嘢其實我之前都嚟食過嘅。咁點解我會專門走到嚟呢邊咧？其實因為我太太屋企人咧，佢哋其實都係住喺鹽田㗎。咁所以我都經常過嚟鹽田呢邊，所以其實你話我對鹽田我都係比較熟悉。咁然之後咧，再去往前行咧，就應該係有間叫樂群小學嘅地方。我老婆佢哋屋企人咧，之前其實都住過呢一頭附近嘅，所以佢哋都好熟呢邊㗎啦。咁大家如果話對呢邊有咩想了解咧，我都可以問佢嘅。係啊，呢度仲有一間客家菜。鹽田好多腸粉店㗎，螺螄粉係啊，鹽田係好多嗰啲老字號嘅腸粉啦。喺另外一頭沙頭角嗰邊亦都有一啲比較出名嘅山水腸粉。咁呢度亦都有啲超市啦，新鮮超市㗎啦。呢度有間新鮮超市。其實我哋頭先行過嚟大概係9分鐘。呢度有個巴士站啊，叫樂群實驗小學。咁見到呢度有啲巴士咧，可以去翻羅湖嗰啲地方，黃貝嶺、金剛華
係啦，呢度咧其實就因為鹽田係比較近羅湖啊，所以呢啲巴士一定可以好方便去到嘅地方。咁包括亦都可以坐地鐵。咁然之後前面咧，亦都會見到就係有深圳市鹽田區嘅人民醫院啦，鹽田嘅院區。就再往前行大概600米就係去得到嘅地方。有好幾間嘅藥房啊，咁大家如果話擔心有啲小病小痛要買藥嘅話咧，呢邊都會有。咁但係另外就除咗話嚟到現場買藥咧，咁其實依家內地亦都好興嘅就係你可以手機落單，即係用美團咧可以直接買到啲藥係送貨上門嘅，亦都唔需要親自自己跑一轉上去嘅。咁所以咧係好方便嘅生活喺內地。呢度仲面對面我仲見到有間水果檔啦，係啦，咁啊呢啲都係幾方便嘅。咁行下行下啫，我哋就已經講就話600米，但係我其實都冇行到600米，我已經嚟到呢個鹽田區嘅人民醫院，就呢度係個鹽田港嘅院區啦，係啦，呢度就最近嘅呢個住院大樓。咁啊，步行過嚟都係15分鐘就得啦。哦，原來咧行前少少咧，從呢個醫院嘅呢條路行翻出嚟嘅斜對面啊，大家見到啊，斜對面正斜對面咧，就呢個咧就係全季酒店啦。嗱，個酒店個名咧就喺呢度啊，全季酒店。咁呢度咧係一個商業寫字樓嗰種啦，咁啊上面都係整咗啲酒店嘅。咁下邊隔離咧見到呢度有個招牌就寫住順德路，係順德菜嚟嘅。咁啊，然之後咧下邊仲有一間霸王茶姬啊，披薩克係啦。跟住喺左手對面咧，嗱呢度咧係一個肉菜市場，寫住朝陽肉菜市場啊。咁啊，所以如果頭先話前大媽嗰啲唔夠，咁啊呢度咧亦都有個肉菜市場可以俾大家行翻個濕街市，可以買餸煮飯嘅。咁所以綜合嚟講咧，喺15分鐘嘅一個步行距離咧，大家可以嚟到呢另外一頭咧啊，樂群呢邊就可以有醫療嘅配套啦，肉菜即係超市啊、街市啊，包括藥房啊、酒店啊、嗰啲餐飲店咧。其實都係一應俱全嘅。好啦，視頻咧，今期嘅節目咧，差唔多嚟到尾聲。咁啊喺頭先嘅畫面裏邊咧，我哋亦都親身感受過究竟去地鐵站啦，究竟個需時係幾耐啦，包括睇到周邊個生活配套係點樣樣，真實嘅鏡頭係呈現俾大家睇㗎啦。咁我都冇做任何嘅修飾，冇任何避嘅，係啦。咁啊，最緊要展現到真實嘅畫面俾大家感受。今日嚟到呢度咧，其實就講翻一個總結，就係話公寓呢個產品咧，依家國家將個首期咧已經降到去30%啦，大家上車嘅門檻又降低咗。譬如話舉例，以呢個最細嘅單位37平嗰個，用一個最低嘅總價計算嘅話咧，大概個首期係27萬，即係總價87萬左右啦。咁啊，然之後咧個首期27萬，月供10年月供每個月咧大概6100蚊，即係其實圍到港幣咧都唔到7000蚊。7000蚊呢個月供嘅水平咧，其實我相信大家如果喺香港生活過嘅，包括我之前喺香港都生活咗咁多年，就係我最尾喺香港住過2年，其實就住咗喺佐敦、油尖旺啲地方，租一個劏房啊，好一啲嘅劏房。講緊個租金都要去到6000蚊，甚至乎依家香港嘅租金其實都升咗。我好相信有機會已經可能去到7000。咁7000正正就係你攞住呢個租劏房嘅價錢月供就可以喺呢度上車㗎啦。咁只不過你喺首期上面咧，你除咗頭先講嘅要俾27萬，甚至乎30萬啦，30萬嘅首期，再加上佢呢度嘅裝修款，因為咧。佢呢個樓盤咧本身係無批交付嘅，咁做裝修嘅話咧，你要另外額外再俾一筆裝修款，佢最低嗰個裝修款嘅總價咧要另外再加11萬，咁即係話其實預你40萬左右嘅首期，再加個月供6000蚊左右，你就可以上車嚟到呢度噶啦。咁呢度嘅交通翻口岸咧，大概你預前後。將所有時間夾埋，我預你40分鐘左右係足夠翻到蓮塘口岸嘅。講到周邊環境配套，可能有少少缺點，即係我認為個人認為一個缺點就係佢呢邊確實係大貨車比較多，而且佢呢個地理位置咧，出到門口係一個斜坡位嚟嘅。咁只不過佢唔係
最底下個位置，佢係中間斜坡十字路口。咁相對嚟講，呢度因為大貨車多，有陣時十字路口轉彎咧，大貨車係有盲區嘅。咁大家出行住咗喺呢度出行嘅話咧，注意到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規則，咁我覺得就問題不大。咁今期嘅節目咧就到呢度為止，我哋下期節目再見。咁喺視頻嘅最後咧，我會放翻2個示範單位嘅快鏡俾大家做參考嘅。下期節目再見啦，拜拜。